25 edition， 今次係為咗紀念 Ultrasonic 踏入第25週年出嘅旗艦級耳機，物料亦都改用咗喺印尼揾咗一啲好珍貴嘅黑檀木去做一個外殼。如果用喺耳筒度咧，做到聲音嗰個反射咧，佢個失真會比較少。咁呢個耳機佢亦會用一個40mm 嘅動態振膜單元。如果用咗動態嘅話咧，個強度會高好多。咁嘅聲音咧更加會亮麗同清晰準確嘅。Edition 8係最新型號 ED8 EX 啦，咁個立體感會更加重，咁同埋咧佢嗰個外殼會用咗而家比較一啲嘅高級嘅產品咧，做咗一種電路同一個 PVD 處理，佢個皮面嘅部分啦都會用到 Ultra 嘅羊仔皮啦，做咗一個二拆式嘅耳罩。咁如果用耐咗要更換咧，可以就咁買一對，然後就咁自己更換好方便嘅。佢用咗丹麥嘅黏膜插頭啦，咁啊非常之耐用堅固。